好啦，今日呢就去蝴蝶灣泳灘、蝴蝶灣公園行下。咁嗰度有好大一個咪標停車場啦，私家車嘅。呢邊呢，另一邊呢就係客貨車嘅。咁呢個公園比較好大啲嘅，寧靜啦，周邊可以俾你一個活動嘅地方比較闊啲咁樣啦。咁如果綜合，如果3、5知己嚟呢，好需要好多元化呢，我覺得嚟呢個公園係幾好嘅。第一，咁啊可以 BBQ 啦、燒烤啦嚇。燒烤過程中嘛，有啲人又中意行下沙灘又得，游下水又得，咁啊踩單車又得。打籃球又有籃球場、足球場嗰啲啦嚇，踩單車咁啊，各樣都比較多元化啲啦。再可以行下海濱長廊，可以行埋去屯門碼頭呢邊都可以嘅。環境係唔錯嘅。燒烤咧最好，如果揀公園咧，我覺得呢度係屯門呢個地區話蝴蝶灣燒烤場嗰邊係唔錯嘅，因為比較大啦。相對嚟講，比如果你響黃金泳灘嗰邊咧都冇咁好。如果燒烤嚟講嚇，多元化啲，因為雖然近黃金泳灘嗰邊都有，但係冇咁大嘅燒烤場咯。咁啊，蝴蝶灣嗰邊佢比較多元化。便利啲啦，咁你泊一車喺嗰度咧，你可以行去往美樂嗰邊啊，或者蝴蝶屋村嗰邊行去，好多餐廳啊、酒樓啲啊。咁3、5知己嚟咧，半日時間都可以喺呢度，完全可以喺呢度休憩都可以咯。玩下沙灘，行下沙灘，行下海濱啊。BBQ 啊，玩水啊咁樣啊。咁我今日嚟行就比較晏少少啦，5點零鐘嘅。呢邊望去呢，其實就係嗰個屯赤隧嗰個過東涌嗰邊嘅屯赤隧道應該係。今日唔知點解喎，好多人燒烤喎，唔知乜日子啊？唔知係咪有啲活動搞呢？個燒烤場好勁啊，人多到。今日星期五，5點零鐘已經咁多人啦。即係燒烤場邊行過嚟呢，就睇見有啲單車徑啦。呢邊行過嚟呢，有個長者健身嘅地方啦。沿路都係睇海嘅。呢啲健身個地方咧，設施咧其實換過啦，以前冇咁多嘅，依家換咗好多，新咗咯。呢邊望係屯門碼頭嗰邊嘅，有啲球場啦、運動嘅地方啦。咪標停車場比較大啲嘅都。呢邊就係屯門碼頭嗰邊啦，海濱啦，行過去。嗰邊屯門輕鐵站總站啦，嚟緊啊屯門西鐵南站啦。